2003年10月2日清晨6時57分左右，喺尖東香格里拉酒店對面嘅海濱公園晨運嘅市民，發現海面上面一具男屍連同輪椅隨波浮沉，情景相當嚇人。警方接報後，立即派出水警到現場打撈。令人感到震驚嘅係，死者竟然係一位年邁嘅長者。被發現嘅時候，穿着住白底淺藍色直間條睡衣，但係卻被人用4種唔同嘅物體綁實喺輪椅上面，懷疑被人連人帶輪椅推落海中，企圖沉落海底毀屍滅跡。警方相信死者已經死去多日，循兇殺案嘅程式調查，並列作屍體發現案處理。根據警方嘅報告，死者左邊面有腫脹嘅傷痕，左手有一個被硬物造成嘅小窿，口部脹大張開，屍體已經開始腐爛發臭。死者嘅腳趾被膠索綁喺輪椅上面，手亦被綁實，另有一條粉紅色嘅帶纏腰固定，再被人用一條由膠索帶構成嘅鎖鏈圍腰咁綁喺輪椅上面，最後身體被牛皮膠紙綁實，死狀極其恐怖。警方並冇發現任何能夠證明死者身份嘅物件，多次派出蛙人潛入水裏面企圖搜尋證物，但係亦一無所獲。案件一時間引起極大嘅轟動。究竟係乜嘢人咁殘忍，竟然向一名年近80歲嘅老翁下如此嘅毒手呢？兇手怪異嘅殺人手法，又係咪隱藏住一啲驚天嘅秘密呢？冇任何物證同埋身份證明物件，警方係唔係能夠順利破案呢？又或者案件會唔會係同靈異事件有關呢？種種疑問，重案法庭為你一一解答。